嘉义的梅山国小为着要让学生囡仔来认捌在地生产的农特产，配合土地油生产合作社举办食农教育课程，教因安怎来照顾这油地材啊，佮去油车间体验做油的工课，大家也拢讲真趣味。食农教育的老师向梅山国小的学生囡仔小解土地油的地藏，佮带因去油车间看做油的过程。课程为种地藏到最后的做油，拢互学生去体验，要互学生去了解这项在地产业目前的发展。就是学到，比如说苦茶油对我们人体有什么好处，或是苦茶油对环境有什么好处。咱即马这侪人毋知影土地油要安怎食，伊安怎制作的？爱透过食农教育这种活动，互你一个完整的迄个体验，你较知影讲为虾米咱爱安尼做。嘉义县梅山国小配合在地土地油的生产合作社举办食农教育的课程，阮校学生会当来了解农作物为产地到食饭道的过程，嘛，互因来认捌环境对农作物生长的影响。种苦茶油树需要考量到它苦茶油树周围的气温以及它栽种的地点。它的气温比较属于在20度上下，然后地点比较属于在山上。除了看地藏以外，嘛去体验要安怎种这的迄个茶树。那茶树结籽以后呢，按它制成茶油，然后包括怎么样去分辨油品的好坏梅山国小表示，学生伫这个课程当中，不管是用油车来学做油，或者是用土地油学做点心，拢是因毋捌有的体验。透过这个机会，互学生毋但知影在地产业，嘛会当伫食品安全的观念之下，增加对在地农产品的信心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